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各位。我的表演还没有结束，接下来属于我最重要、最精彩的一段演出，才准备在现在呈现给各位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本名叫做郭彦甫，大家都叫我豆腐。我今年26岁，是一名全职的火舞表演者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段演出，它代表着我人生中曾经经历过最重大的一次挫折，也代表着我人生中经历过最重大的一次改变。我想要将这份故事献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谢谢。
正如各位所见，我曾经因为火舞受过很严重的伤，而当时的我其实也真的打算就此放弃。可是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，正因为后来的我选择了坚持下去，就在今天，我才能站在这边表演我最喜欢的火舞，给这么多人看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在选择坚持下来之后，我带领我的团队四处征战，我们受邀到了韩国、欧洲、菲律宾等地，甚至我们登上了央视春晚。我讲这么多是想要告诉各位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，在台下的你们都不会再害怕我们这些玩火的人，而是会因为有我们这些火舞表演者在外面替台湾争光而感到骄傲、引以为荣。等一下，我的前面会放置一个箱子，它是我们的打赏箱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表演，认同我的梦想，欢迎给我一些支持以及鼓励。我们是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，我是团长豆腐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，谢谢。